我迄边人，大家都很爱种甘蔗。平常我就听咩风做些，行嘅时节手老师太人打最久。不过你下我们去小鸡强喵，我去变做你下时行嘅网红，去呢奥多拜去公路旅行，大家挺爱强下来去了哦。客家海客，客家海客，客家海客。好，天涯嘅小 boy，喺高雄嘅旗山，但喺崖嘅頭前，嗰理工大橋就到屏東咧。你啊，我喺個理工大橋咯，大家停下落去 ，Go！我台山县去400公里咧，人老外报讲这片有一间农场，当有名，又蛮有名。佢地尾还有个花园，看这条路应该唔会差。我推观众朋友来去看一下，哈。小干娘，嗨，你好，你好。安做啊？哎，你这个是啥做？哎，系啊，日听人伫后背，哎，老人天数。可以按茶的表现表捧好嘞。来天数哦。手袖都准备好了。好，你第二队。好好。搞眼有蛮杂。哦。给他很宽，给他。哦，好好好。唔看佢安尼数插底下来，那一下都好。哦。按优秀哦。嘿。好。啊，再看看来。你路做得嘛？做得啦。哎呦。哎，嘿嘿嘿嘿。好。安尼都可以的。我去看看旧项目。我强强的搞太家。嘿。哦，这个有香妹咧。像安尼世界玫瑰茶。佢可以放伫个番脆姜下食，高胖啊！爱等下天5,000公，安尼都特发摘起来，你提皮看看，也香味，嘿，要留底啊！你掏出来也香味就会鼻涕的。哦，你讲摘嘅时间，你嘿，天忙开工嘅时间。嘿，早晨的。哦，啊，你也试得嘛？可以试的。你是不爱看？哦，冇问题。我先看有虫的嘛。嘿。涩涩咯，嘿，会肥感嘛哈，还搁再加一类哦，那类下酱，后来也两个花木香用，我哋咧农场有大花1号同大花2号。哦，你品种冇香香啊？嗯，过来试下类试看了看。你冇按色哈？嘿。你冇按色。因为家庭的营养成分100无香100冇香香。安尼，过来去头前摘花。好啦，摘动多嘞啦。好。好。啊，你是茶，是甜的哦。哦。好。好。嘿，我妈咪对我按好，准备太早哦，不爱，人来收给啊嘛。也都头多一年摘个花。哎。好，人家伫泡茶。那就玫瑰花茶嘛。嘿。哎呦，起的玫瑰花，你那边都拍色的哎呦。嘿，因为加花青素哈，就做多个茶底度来。哦，花青素是青色的吗？粉色的，我本愈来愈强，精神好。来试看，来试看，来试看。我肥感嘅味道，冇按色。嗰时也好看看，我哋皮看哦，咸啲嘅吹地度，啊，天天咧囤落去，
喺甘肃夹嘅甘肃嘅玫瑰花園嘅嗰種建設。好啦，你看玫瑰花都係做很多產品哦，咩有色的，咩有連的，你啊講起嘛嘅東西啊？唔看也係嗌嘅化妝水，啊啲都因為嗌等日咧花嘅品種啲都有嘅類黃酮，呢個品科大有檢驗出來嘅，本來你皮膚清好啊。會下很嫩，哈。嘿，錯，哎呀可以色的哦。直接噴嘴巴裡面做得啦。可以。啊。哦，就用色料茶用用啊。嘿，用用。用。嘿。哦，你按多產品，本來涂轉去投研賣好嘞，我可以開一個直播台，好，開賣大家來聊聊的時間啦，親愛媽咪，你不要算人家便宜，好，來試茶，來試茶。我從舊路你下騎奧多拜一路騎，中山道，女僕，中山鼓勵啊！哦，唔怕，我去搞中山。哦，你下 NDT 女僕農講啦，嗌來請一個朋友，佢叫做鄭迪，佢種嘅帆船，聽講係帆船界嘅 LV， 買米 LV 唔怕，我試看 LV 嘅帆船。好，嚟。到嘞！你也手嘅藝向天，正地嘅帆船業，但係唔知那隻係 LV 嘅呢，我去問佢看。正地，哎，兄弟，按鍵冇看到？对啊。哎，抱一下，好久不見。哎，我們那麼熟了哈。我直接開門見山了啦。我就是要找 LV 的。什麼 LV？唐颖共那個帆船你種在東後啊 ，LV 啊，那個最好的芒果那種。哦，有，我帶你去看。芒果，好，芒果，好，芒果。嘿，芒果界的 LV 在這裡。就這樣啊？對，你倆就是芒果界 LV。對。你這樣長啊？還沒成熟，不要衝動啊！對，現在採下來也沒辦法吃。哦，哪邊的 LV 可以採了？目前都還沒有成熟啊，你太早來了。你終於本來平媽呢？那我跟你說，我帶你去找，跟它味道很像的土芒果。這個跟我們一般看到的土芒果不是長一樣？這它大那麼多哦，所以芒果界 LV 是比較大顆。對，然後它的比較貴也是啦。然後主要它是比較好吃，它香味跟土芒果很像，然後再來它的汁又比較多。對，不要偷採，它還沒成熟，不能偷採哦。對，不要偷採。好了，摸一下。好，我帶你去採土芒果。哦，好啊。好，哪裡？走，我帶你。來吧。教我怎麼採吧。這個可以嗎？對，這個表皮微黃色的，它就已經成熟，就可以採了。哇！對，你可以聞聞看，它已經它已經有。該香味了，該冇香用。那個它還沒成熟，所以它沒什麼味道啊。它這個成熟之後，它土芒果它會有比較濃烈的香味會跑出來。哎，我算有搞胎呀，這樣女朋友不會罵了。對，那我採給你看哦。好，你先採一個給我看。就這樣子，對，它熟了之後，它的蒂頭它就會自己斷掉，然後就會自己掉下來。好香哦！對，很香，這土芒果的香味。那我們通常採下來，我們會把它倒掉，讓它組織液往下滴，不然它組織液會流的整個芒果都是。那這樣子它就沒有商品價值了。要洗一洗嘛？不用，它這有果粉哦，你看它有果粉哦，只要被組織液流到的地方，它果粉就不見了，所以它的商品價值就會比較少。好啊，還有哪裡的是可以採的？來，我帶你去採。好。拿我上面那個哦，上面那個可能就要用工具了吧？對。哦，這顆？對，這一顆它表皮微黃的，這樣
样子。你绕给我看看，甩。对对对，抖动。很简单嘛。对，啊不，来，换你踩。好，你看哪一颗可以踩哦？一个表皮微黄的就可以了。这个。对啊，踩看。甩，哎，对，很简单嘛。来，那边。小时候偷踩长大的。嘿，你看，哇，这个应该还可以吃吧？可以。好，那我再捞一个好了。那个。对。哎呦，专业就是不一样。对啊。耶，成功了！帮我多捞一点。没有，交给专业的来。啊，对。好，放在地板给它组织一收干嘛？对。哎，甜味安嘞，你要不要切个芒果请我吃吃看？好啊，那我们去吃看那个现采的芒果。耶，这是我们的成果。对啊，今天的战利品。剩下就做点色嘞哈。这还是要洗过啦，不然它的那个我们组织液吃到嘴巴会苦涩的。哦，好。对，那你要带我去哪里约会吗？还是我带你去我们这边附近一个很漂亮的地方？哦，对，在地人才会去。秘境哦。也算啦。好啦，买唔到 LV。其土硬秘境选要做地啦，吼！你也雄起无拍租啦，吼！来，对。好，谢谢。这个是我们原住民他的一个祭典的一个场所啊，你看看。哇塞！哎，大家看大山呢，对，还有漂亮的风景。Animal 带到个反酸，也有芒果青，我刚刚太开心了，根本想赌到几多了啊，全部分一片，命个 LV 命会到，皮会到，哦，死唔到，拿唔走，累到两片，佢讲我抢的是个反酸，没冇带到，带了情人果，讲我看个夕阳下山。没冇看到，刚好那个云遮住了夕阳，气死了。对，叉子拿来，怒吃一波，怒吃。先吃看味道怎样。好了，对，要慢慢品尝。哎呦，劈落然后该盐的给低度给反川米头香油。我吃一个，不然全部都你吃了。那这个给我。好啊。你平常都带女朋友来这边玩哦？我会带我老婆跟小孩。不要乱套话。是我就带妹妹来。你说这也是在地人才会来的嘛？这边在地人才会来，因为这个公园哈，那个路口小小的，一般人都往深山里面去，这个路口就一个弯就经过，一般人很少知道这个。观光客会就过了这样。对。好啦，算他有点良心哈。在地人才知道的。还有带我来一个秘境这样。对啊，而且这个做的加工品也好吃啊。我们你都知嘛，屏东的。水苔的该反酸一个产地嘛，不错。你看年轻有为，我兄弟，就大家要支持一下在地的农产品，对，不错。来屏东要记得吃芒果，对啊，对，尤其是夏天，对，赞，抱一下。不行，现在疫情期间不要乱抱，好吧？对，要保持社交距离。那我再要回去顾老婆小孩啊。对，走。